带它过来认认羊。这个狗是我呼伦贝尔大哥送的，1000公里送过来的。胆子比较小。给我送狗这个哥哥叫巴音，等他下次来，我一定好好招待他。家里就剩了一点点牛肉，跟邻居要了点猪皮，把它做点好吃的吧。哦，哎，好烫手，嘿嘿。盐又没了。前2天洗床单的时候，把地毯也顺便洗了，这样过年前啥都不用洗了，干干净净的。这个应该很好吃，明天还能给我的小狗吃点。哇，咚咚的。做的非常成功，这个过年吃可好吃了。金